朋友，大家好，这是海外网之声，海内外台湾人共同为台湾来发声，参与主流，行入世界，这是阮的心声。咱知影海外网之声咧，伊无附属伫任何政治团体，主要是要替台湾参与这个国际的主流吼，欢迎社会在有志人士啊，会当发表言论吼，针对议题提供因专业的建言，那么共同来维护这个资讯网络的平台吼，希望讲台湾会当早一日行入去这个民主的世界。那么对2月24开始发生这个乌克兰战争互咱台湾真侪启示啦。有个人讲台湾今仔日的乌克兰就会咱看到明仔载台湾，嘛有人讲做今仔日的这个普京去侵略乌克兰但是明仔载习近平是毋是会出兵去拍台湾吼？这拢值得咱大家深入来思考。伫这张这个地图内底，咱知影讲有真侪战事发生啦吼。上主要伫顶礼拜的这个发展啦吼，顶礼拜发展就是讲，咱有看到伫4月12的时阵，伫这个乌海吼有因的莫斯科的这个巡洋舰吼结果呢，伫遐有互注意到，但是到4月14，其实是4月13暗时的时阵，就去互这个乌克兰的2粒Neptune 吼，即是讲海王星的反舰飞弹去甲伊拍定去吼，所以这个互咱真大的启示啦吼。这台船本正是讲莫斯科上大的公营，结果呢，即马去互拍定去吼。那么伫这只因进前拄开始战争的时阵有出一个邮票吼，这个邮票结果是其实伫4月12发行的啦，结果4月14吼，这个莫斯科迄个巡洋舰就去互拍落来吼。今仔日呢，咱伫这只进行就是第5摆的第5次的这个座谈会啦吼。咱有2个真优秀的咱的乡亲专家教授吼，因要来甲咱做真精彩的吼一个专题的演讲吼。那么第一位咱就是要邀请这个詹教授吼。詹教授呢，伊有非常杰出的这个背景吼。伊要甲咱讲的主题是讲对这个乌克兰因即届战争拍了非常的好，那么咱会当看台湾要安怎做出上界好的这个海岛的防卫啦吼。那么詹教授呢，伊的学历伊有读过博士、硕士大学、高中吼，非常的完整的这个学历吼。过来就是伊的经历大家会当看到这个。EA 吼，这个可能一寡人较无熟啦吼，伊是这个企业的结构师的协会吼，伫台湾份的行销长就对了吼。伊当然做过军方的真侪只的部长啦，这个参谋啦吼。所以等下咱对这个军事的出发点吼来看，讲台湾要安怎拍这台战争就对。所以咱即马吼要来甲这个詹博士的PowerPoint 甲揪出来吼，来詹博士请。这不是第一张啊？哦，这是第几张？哦，这只。来哈，我开始了哈。好，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哈。我们从乌克兰怎么打来看台湾如何做出最佳的海岛防卫好 ，next slide。好，这张图其实好，我今天按照目录1前言2，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第3，台湾的海岛防卫作战；第4，结论
我这张图是我看过所有发生这次俄乌战争这50几天来所有的event都有发生在这些地点请大家到时候这个 PowerPoint 可以发给大家，请大家参考。OK，next slide。好，前言，其实作战的模式一直在进化了，从科索沃2001的阿富汗，到2003的伊拉克战争，到2011的利比亚战争它所有的战争的模式一直在进化，现在已经进化到21世纪的科技战争对20世纪的传统作战了俄罗斯跟中国讨个派还恐空，他不晓得用2021的科技战争在做至于美国老大哥是去年的撤走阿富汗，那就不玩了啦这个是无底洞，他不玩了OK，next slide。好，苏联这个国家是以它是战斗的民族，它是以空降部队出名的。但是空降部队有一个特色，100%高炸的战损率中共把空降部队丢到松山机场，对不起，竟然有90%的战损率当初他是如何打下捷克？1968年8月20号，苏联呢说他某某运输机故障了，要求降落捷克的布拉格机场。事实上呢，他是空降部队占领机场，然后跟着呢空降运输机群落地，6个小时之内配合所有地面部队拿下捷克。捷克当初是这样子用空降部队去突袭拿下来的，但是有一个特色，全部都是陆权国家。所谓陆权国家，就是陆地跟陆地是衔接的，我可以长驱直入，战车直接开进去，你们讲。但是呢，中共跟台湾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中间隔的是台湾海峡，是不可能的代志。空降部队没有大批的资源的话，是没办法做的。OK，next slide。好，1979年的12月27日，同样的模式也是进入喀布尔，就是阿富汗呢被苏联在1979年搞定，还是一样同样的战事，空降军直接进去，然后所有陆军呢大军压境，就这样拿下了捷克，拿下了阿富汗。所以说苏联这个战斗的民族就是这样来的。OK，next slide。然后呢，俄国今年的2月24号，俄乌开战。那俄乌开战的时候呢，也是同样模式战斗直升机搭载了200多名空降旅第11空降旅，然后对基辅离开基辅只有25公里的安东诺夫机场实施突击事实上呢，他们的空降部队的突击呢，美国老大哥的 C4ISR 早就看到了，所以说他们要进行乌克兰的突击的时候呢，早就被抓到了所以说呢，他们在没有重装甲支援的情形之下呢，这个空降部队呢在机场的夺取战呢已经失败了，所以说后续支援的伊尔76机队呢，中途呢取消增援行动，迫降于白俄罗斯的明斯克机场。所以说2月24号，事实上呢，俄罗斯有打空降部队，但是呢失败了，不然的话整个战局会全部平缓。OK，next slide。这是空降突袭失败的主因呢，就是美国老大哥 C4ISR 早就看到了，空降突袭是要突发加隐蔽加里应外合才能够成功达到夺取的目的啦。而且为了苏联的空降部队，他们还发明了一个叫苏联制的空降战车啦。正常的战车是50吨，空降战车只有14吨。它是用铝合金，到底铝合金能不能还弹打下去就知道OK，next slide。请注意21世纪的作战，美国的老大哥都看着你。C4ISR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这是一个非常 professional term。
现在所有台湾的什么关键时刻什么东西哈，我只听到一个人讲到 C4ISR 这个 professional term 这个 professional term 呢，它从外太空有卫星，它有大气层外面的卫星，卫星下来是网络，再下来呢高中低空，再下来是地面，再下来是海军潜舰呢。C4ISR 只管通知勤监侦全部都看得清楚了今天最重要，好，我们 next slide。C4ISR 呢的空间的装备的配备，请注意，在大气层外面所有的情报卫星全部看到，然后呢中低高空是由电侦机 F-35、F-22。以及那个 UAV 的无人驾驶飞机全部看到，眼睛都看到，然后呢下面的地面在作战所以说我们看大气层外面高中低空的分配，而且把所有地面上透过 grid 网格化分配给每一个负责的部队。OK， next slide。台湾有没有 C4ISR？ 有，台湾是印太战略中心，印太战略中心有一个叫 Link16，台湾在2015到2020之间呢，这5年之内有编列了一个25亿，把所有台湾的陆海空三军雷达呢全部整合到印太战略中心的 Link16所以说这次的打战呢，而且印太战略中心有整合了全世界最精密、最高解析度的日本情报卫星的我就说这是 C4ISR 的图了，它是陆海空太空军、网军全部都已经整合collaboration 就是 collaboration 全部整合了，协同作战，英文翻作协同作战 collaboration OK next slide。好 ，C4ISR 中心的长相，这上面这个可能是command center， 下面这个可能是航空母舰上面的 C4ISR 的相片。好 ，next slide。好，这就是 C4ISR command center。这好 ，OK，next slide。这一次的作战大出风头的是 UAV 无人驾驶飞机。台湾呢有向美国购买了 MQ9 的 UAV， 就像这2张相片一样，它可以吸行地狱火、刺针等等飞弹。好 ，next slide。好，事实上美国总统拜登他一直强调，美国人不参与战争，美国人是没有参与没有进去战场但是呢，这个 MQ9 的无人驾驶飞机呢，它飞到天空去呢，在战场上面徘徊，但是控制者 operator 控制者是在美国的本土我没有进入战场，我人是在美国本土事实上他透过远端遥控这个 UAV 这是 UAV 的控制中心，它就在美国本土所以说如果各位前辈把 C4ISR 把我所讲的观念确实去看的话，这一次连莫斯科号的那个主力舰被打掉，你就可以找到答案了。OK，next slide。好，这是一个野战的 C4ISR 中心野战的OK， 我看这次美国的野战的 C4ISR 中心都没有设置。都可能都在美国本土OK，next slide。好，而且这次所有 C4ISR 的互动所有的通信的互动都是透过特斯拉马斯克的 Starlink 这叫做星链传送资讯这个星链呢，它的规格是金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实体隔离。台湾有明晚台湾因为我当过台湾的电脑中心主任，国防大学机密度最高的。那国防大学我们有分成明网跟金网，金网呢一定达到实体隔离，
所谓实体隔离就是重新建一套啦。我跟你外面的明网完全没有 combine 的啦。来 OK，let's 来。好，我们看看第二大主题：俄乌战争。俄国跟乌克兰战争，我在看很多的深蓝的赖群里面呢，都把乌克兰讲成是侵略番。对不起，我们很清楚，俄国是侵略番，我们要肯定俄国是侵略番，你不要赖，你侵略人家的，OK， 把人家国家打成这个样子，什么意思嘛？OK，next slide。好，现在讲毕可夫巡逻舰。我在做这个投影片，礼拜三的时候呢，毕可夫巡逻舰在暗夜的海上呢，在移动中被击沉。它是怎么被击沉的？但是现在毕可夫军舰已经是第二顺位去了。最伟大的莫斯科号黑海舰队的旗舰被消灭在暗夜的海上，甚至于白天也被打掉。到底怎么被打掉的？你可以从 C4ISR 找到答案啦，就是这种干掉的啦UAV 低空的海上徘徊，然后呢瞄准了就直接打下去连跑都跑不掉。OK，next slide。好，哪一次战争可以跟俄国跟乌克兰这次战争相比？我们随时镜头可以鸟瞰各战术行动上，而且让它上电视，这如何解释？因为美国老大哥把最精密的科技 C4ISR 都已经用进战场，而且24小时看着你所有我们看到的那个野战的相片呢，竟然都可以 run in、run out， 尤其夜间红外线的夜视功能所以说就嗨了。21世纪美国老大哥看怎么修理俄罗斯。俄罗斯我看要亡国了，俄罗斯真的要亡国了。接下来习近平呢，如果要扣口中国就是下一块煎饼OK，next slide。好，俄乌的战争，我们看外行的看热闹了。你们只看到刺针灰弹、标枪导弹、战车灰弹我们内行的一看，这是标准的 C4ISR 加 UAV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高中低空监侦飞行器以及情报画面的传递像这个每一张影片都可以 run in、run out， 而且透过人脸辨识系统去阻杀各级的指挥官结论是人家Coco 美国的老大哥24小时透过卫星、透过 UAV 都看着你来 next slide。好，看一下Russia 的坦克隐藏在大楼跟大楼之间还是被乌克兰抓出来并消灭这就是 C4ISR。美国老大哥24小时，你看这个战车在，因为乌克兰是一个大平原嘛，所以你没得躲嘛，所以说所有的战车在地面上的运动，全部可以 run in、run out， 甚至于grid 坐标平均分配，你打第一架，我打第二架，真正是来，这是刺针的防空飞弹，这是歼吸型的刺针防空飞弹，而且还有车载式的都有，台湾也有买这是所有恐怖分子的最爱，拿起来就可以随时打掉你的民航机这是恐怖分子的最爱OK，next slide。好，标枪的反战车飞弹这个太好用了，一个20万美金就可以打掉人家8亿的航空母舰的那个旗舰刚刚那个刺针OK，next slide。好，事实上呢，2月24号，俄罗斯从东南北4个方向入侵呢，它还有空降部队强攻呢，他们是因为空降部队的失败，不然的话整个机场整个乌克兰的那个首都基辅就全部都完蛋了事实上，来 OK，next slide。最重要是 Russia 轻敌因为克里米亚半岛太好拿了，2014年的克里米亚太好拿了本来
俄罗斯准备3天之内搞掉乌克兰，所以说根本没有准备后勤，所以说所有前进的部队当他3天打不完的话呢，没饭吃，没有汽油这个乌克兰的总统呢，克伦斯基他不跑，跟阿富汗的总统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台湾每次的汉光演习，在示范说我们的总统跑了，这可能对军人来讲是很不可思议了。OK，next slide。俄罗斯的少将俄罗斯的将军的折损第一个少将被狙击手枪杀，第二个少将被 UAV 击毙，第三个少将因加密通信被确认位置后炸死。黑海舰队副司令最大的利器无加密通信的电子反制，无加密通信的被窃听了，狙击手以及 UAV。但是他所讲的狙击手，我是不认为我认为 UAV 所带的第一火飞弹它都能够到伊朗，把他们的第2号军头苏雷曼尼直接干掉了。所以说狙击手这个名词是20世纪的名词，我认为 UAV 所夹带的第一火跟刺针呢，才是最重要可以取代狙击手的。我不认为狙击手是对的啦。OK，let's slide。好，俄国跟乌克兰战争已经打掉了 Russia 32个高阶指挥官了，而且他们使用人脸辨识系统去抓到黑海舰队的副司令。然后呢，透过 UAV 人脸辨识系统抓掉。所以说，叙利亚屠夫，你给我小心一点。Russia 损失惨重，会不会去使用低当量的核弹？哇，糟糕！因为美国为什么一直不敢进去？为什么不敢对国际讲说我进去了战场？他实施 remote control 远端遥控，因为如果美国直接进去的话，苏联跟美国直接当面干起来的话，那可能会启用核弹，那整个核弹在未来的战争是一种震慑的作用，它是不能够拿出来使用的啦所以说，依照美国老大哥对战场的控制度，那德沃尼可夫将军，你这个叙利亚图你别死啊你！只要人脸辨识系统只要辨识出来你在哪个位置，你只要敢出来的话，你就完蛋了所以说这张相片 OK，next slide。好 ，UAV Unmanned Area Vehicle。那我现在会简单介绍一下美洲狮、弹丸刀这一次出现在俄乌战争的 UAV， 普马 UAV， 英国的火影导弹，土耳其的 TB2， 以色列的油弹弹药。我简单给咱前辈看这个相片来 ，OK，next slide。这是美洲狮，你看这个很轻巧美洲狮他们都会挂飞弹的 ，OK，next slide。这是弹丸刀，现在弹丸刀已经数千台已经丢进俄乌战场。神风特工队他身上不只有摄影机、红外线夜视镜，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炸弹。神风特工队直接炸下去。OK，next slide。好，这是 Puma 的 UAV， 这个 UAV 有个特色美国在夜间用 UAV 操纵抓迷路。你白天抓迷路很难的，夜间抓迷路，这就是在训练 operator 操纵 joystick。所以说，民进党有一个何志伟他曾经在立法委员讲说你只要会操作遥感 joystick， 你就可以打战争。布马 UAV 在夜间训练 operator 操纵 joystick， 他讲的没有错他讲的没有错我一听他怎么会讲出这么内行的话？我是这样感觉的，但是呢。国民党是咧甲讲你咧讲笑话我的看法是这样的OK，next slide。好，这是英国的火影导弹，它是一个导弹，但是也可以当 UAV 这个导弹呢就在天空道，看到不爽的就下去了远端遥控，后面有remote control， 下去就下去，这是一个导弹OK，next slide。好，土耳其的 TB2， 美国。老大哥一直在讲说这是 TB2 干的，这是土耳其干的。美国老大哥呢，他不想直接涉入战场，他所有他干的事情呢，他都可能说这是土耳其的 TB2 干的所以说让俄罗斯呢转向去执行土耳其事实上我的感觉是都是美国老大哥干的
哦，OK，因为美国老大哥掌握了21世纪，直接带进国防部里面去。哦，OK，next slide，就是美国人干的事啊，但是他都讲说是海王星是那个乌克兰的啦，TB2呢是土耳其的，他不会讲说是我的。美国这是有一个特色是这样以色列的游荡弹药 UAV， 这是一颗，事实上它是一个弹药，它在天空绕，看不爽了就下去了。OK， 下去 next slide。好，从2014年开始，美国就进入乌克兰协助训练乌克兰的特种部队了。台湾呢，早在2-3年前呢，美军就开始进入协助训练台湾的特种部队。所以说UAV 进入战场，特种部队早就进去训练乌克兰的军人，所以 Russia 呢的坦克是在草原上的运动过程呢，全部都被西方 ISA 看得清清楚楚了，而且所有的部队的运动全部被网格化，被任务分配，逐一摧毁。OK，next slide。甚至于在乌东俄军的占领区里面70步兵团800个人，整个营被彻底歼灭，不留活口。这个东西美国老大哥C4ISA 看得清清楚楚。所有的运动所有的补给全部看得清楚，这个是一个 stand-alone 的东西，彻底全面摧毁，一个都不留了。标枪导弹打战车，刺针飞弹打战斗直升机，连那个苏凯35都被打下来。来 ，Russia 从这一次的战役里面我这个电机博士专攻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玩家小怕，我给 Russia 的定义是他们装备差，妥善率又低没办法抓 UAV 嘛，没有能力抓嘛，所以说这一次的作战是21世纪的科技跟20世纪的传统的义和团的作战了。OK，next slide。Russia 有4000辆战车，乌克兰向土耳其买了4000架的 TB2 所以说全部都讲美国不能够参进去了，全部都讲是乌克兰的啦，是谁的啦苏凯35、苏凯27、苏凯25都被刺针飞弹打下来。苏凯35它是苏联4.9代战机呢，最新的呢5.0的是隐形的啦所谓隐形是雷达萤幕看不到的。在乌克兰是谁打下来？美国竟然他们就讲说是邮差打的是萨姆300打的我跟你讲，其实问美国最清楚，因为整个作战美国老大哥24小时都看着你，透过 C4ISR。 OK，next slide。而且德国的巴特艾布林雷达提供了全部的监听内容。这个艾布林雷达它有一个特色，有 IP 的全部通信器材呢，都可以。像我在三军大学的千孝道巴德器是我负责规划的，所有的电话都是使用 IP， 都有 IP 你只要有 IP 的通信器材，全部都可以抓到，而且它的窃听呢不必挂线，像我们被监听都有感觉有挂线。所以说布查大屠杀的时候双方的互动的通信内容全部被德国说这个骑脚踏车要不要把它打掉？打掉就打掉。好 ，next slide， 全部都被截听了。这个 PowerPoint 是不是有问题 ？next slide， 来 ，Russia 现在已经占领了，前面那一张。Russia 已经占领了乌东、乌南其实他占领乌东、乌南呢，只是在想在谈判中得到任何的。现在美国的陆战队已经裁撤了他的装甲部队那边的以色列的游荡 UAV 所以说整个陆战队的编装前面的装甲部队要裁撤，换成UAV 所以说呢，这是美国透过这次的作战模式，也开始在 promote 它的
编装，陆战队的编装在 promote 哦 ，OK，next slide。来，事实上克里姆林宫的网络整个被骇客入侵了嘛，所有克里姆林宫你连整个部队的名单都被人家发布出来嘛。C4战场上呢，C4ISR 高效率的掌握，而且好，我这边好像slide，我们是不是slide有点在震动？没有啊，没有啊，我这边被干扰呢。好，哦，对我这边的slide 一直在震动啊。好，俄这边国现在推出了因为这slide 是我做的，所以说我是没有问题啊，我只要看几个字我就知道了。所以说现在的战场已经被 C4ISR 高效率的掌握了而且决策在几分钟之内就决定了，不是像俄国他们北京那个习近平啊，他们的作战决策透过 C4ISR 几分钟之内就搞定了。现在俄国推出了2式洞的巨炮这可以挡核弹头的，到底敢不敢呢？好 ，next slide。Russia， 他在马利波的攻防战里面被 C4ISR 看到，他丢下了化学武器美国呢表面上呢大声疾呼不参战，但是呢好，所有捷克像捷克捷克不是分成捷克跟斯洛伐克吗？那斯洛伐克的米格29，因为米格29呢是乌克兰的pilot 直接可以使用的，所以说美国跟捷克讲说，你那数十架的米格29直接交给那个乌克兰，那你的防空的空隙由我来帮你补上去。OK，next slide。英国的首相波利江森对乌克兰讲说我给你贷款购买武器，而且无上限而且欧盟的主席冯德莱恩呢邀请乌克兰加入欧盟协助其战后的经济恢复OK，next slide。现在是这样的，乌克兰是越打人越多，炮弹越多所以说军事的底层是经济的。拿破仑就讲要打仗3个条件嘛，第一钱嘛，第二钱，第三钱嘛所以说那如果再谈到中共的北上广深，还有所有的一线城市，几乎全部都被欧米孔占领了所以说他现在也已经快断手断脚了。好，金砖5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南非以及 Russia 他们总共有30亿的人口，他们要强力挺 Russia 所有的石油。从俄国进口的石油全部改用卢布来计价吗？行吗？好 ，OK，next slide。行得通吗？拜登直接警告印度的总理莫迪你给他看注意你哪呢？好 ，OK，next slide。世界有四个大卫星了，美国的 GPS 已经进入了 C4ISR 的21世纪的战场。那么现在全球有4大卫星系统，一个是欧洲的伽利略，一个是俄国的 GLONASS， 一个是中共的北斗这4个大卫星系统，美国的 GPS 已经进入了 C4ISR 战场。OK，next slide。我这边的 PowerPoint 被完全干扰呢。我们这边很稳定这边就 OK 啊。我的荧幕上被完全干扰，一直在震动。好，所以说西方支援乌克兰有45000枚的导弹呢其中有17000枚是反坦克导弹的所以说像苏凯35，还有苏凯35，还有俄罗斯的战斗直升机
都不敢飞到乌克兰的领空实施攻击，他们只敢在白俄罗斯甚至于他们 Russia 的领空上面哦，把飞弹打进乌克兰。现在战争已经达到因为俄罗斯他搞不清楚为什么苏凯35被打掉，战斗直升机只要飞进领空呢就被打掉，所以他们只敢在白俄罗斯的领空隔空攻击OK， 好，next slide。好，现在美国呢，在一个礼拜前呢，提供了86亿的军备清单，有包括弹簧刀。那这是拜登提供的有11项的军售案，有7项是 C4ISR 的雷射导引火箭系统、弹簧刀战术无人机、美洲豹无人机、美洲豹无人航空系统，就是无人机 Puma 嘛。好 ，OK，next slide。11项里面有7项是 C4ISR 换无人机系统像这个我这边 slide 上面用黄色的标示，就是 C4ISR 的系统还有夜视装备、热显像系统及关节用具这些我一看呢，11项里面有7项是属于 C4I。next slide。好，你看战术安全通信系统、商用卫星影像服务，所以说俄乌的战争内行的是看他使用 C4ISR 的装备外行的看热闹哇，刺针飞弹、标枪的反战车飞弹OK，next slide。好，台湾的海岛防卫作战，在我的眼中中共是一个战争文盲，他根本就是义和团他们只会搞宣传战，他们是陆权国家大陆军主义，所有的陆权国家大陆军主义他们陆权国家打仗是打装甲、战车但是问题是装甲跟战车对海权国家，咱台湾四面环海嘛，你那些战车是搬不过来的，一架50吨的战车是翻不过台湾海峡的啦。好。所以说，中共的武器装备都是说谎吹牛了虽然2015年中共有跟苏联订购了苏凯35 24架，而且在2018年形成战力但是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我们看一下 C4ISR 的作战模式已经被美军搬进俄国跟乌克兰的实验战场，而且打得很漂亮。如果习近平敢扩小，这个作战模式将会搬进台湾海峡台湾海峡里面中共有蓝蚂蚁很厉害，海上民兵蓝蚂蚁，就像这张相片一样蓝蚂蚁。这个很简单C4ISR 在部队在东南沿海集结完成之后呢，马上攻击，炸弹之母丢下去的话，方圆1公里之内，不管你的集结地还是在台湾海峡上面呢。方圆1公里之内呢，全部无生命迹象这些蓝蚂蚁就像相片上面这样，就全部跑掉了啦。OK， 歼敌于敌机。所以说，我们现在先回顾一下这个团你看辽宁号军舰，它在海上航行烟这么大，要求这怎么打仗？OK， 好 ，next 来，他告诉敌人说：“我在这里啦。”2颗灰弹下去，就像莫斯科号一样了。一个没有海优空优的航空母舰，就像漂泊在海上的一口铁棺材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你看右边这张相片，旁边驱逐舰、主力舰、巡洋舰，通通天空、海面、海下、地面的潜艇。所以说第2次世界大战，日本跟美国当临战发现了航空母舰的话群轰定死大水牛，叫大家来打掉。所以说，中国的航空母舰它真的是义和团。OK，next slide。好，航空母舰辽宁号绕台，纯是作秀来的，它根本是战斗力羸弱，根本就没有战斗力的一个游艇。对我来讲我军事人员了，它是一条游艇，它根本不是一条航空，没有战斗，就是做宣传用的。OK，next slide。
歼20是隐形式战机啊，但是它被印度的商用雷达抓得清清楚楚，不是我讲的，我这个资料都是一直在收集啊，人家的报纸都报得很详细普通雷达就可以抓到歼20隐形式战机。那中共的回答是说，有没有隐形是你心理因素的影响。我要求啊，雷达抓到就抓得到，他说是你心理因素的影响。OK，let's来。好，歼20的发动机的性能不足了，所以说苏联的专家就讲，因为它的发动机是源自于苏联的。共军只有一个世界第一了，军队的人数是世界第一，他的军队人数是230万，230万。OK， 陆海空三军加起来，好，那是来，好，一部好飞行棺材了。中共国产的发动机致命，因为中共的炼钢技术没办法做出涡轮引擎，所以说它的发动机没办法自制啊。他怎么可能发展隐形式战机？德国、俄国都笑他了。好 ，OK，next slide。好，厄瓜多尔军方退回4部中国的雷达，并索赔900万美金了。厄瓜多尔跟中国买了4套中国雷达，但是不能用，退钱你就知道中国的雷达的可靠度OK，next slide。这不是一个报纸讲，中国产的雷达失灵，厄瓜多尔军方退货并索赔。OK，next slide。好，中国炼不出航母的专业的钢材了，因为航母的钢材航母甲板的钢材呢，需要承受舰载机起飞，它的高热跟高摩擦力需要精益求精的，它的炼钢技术没有到位。OK，next slide。中国的炼钢水准台湾的中钢的炼钢水准世界第13呢，中国的炼钢水准世界排名第21啊。中国的航空母舰的炼钢水准，它的外皮只能潜到最深350公尺，但是中国、日本跟美国的潜舰可以潜到海底700公尺，我从下面就打你了所以说炼钢的水准OK，next slide。中共任何的高科技产品一定暗藏着一颗美国或西方的晶片呢。如果晶片它没有的话，它的航母、它的歼20、它的高铁、它的北斗卫星，所有的通信系统呢设备就瘫痪了所以说在它的晶片还有库存的话，还可以干。我看它能干多久？时间是站在西方世界这边的OK， 因为晶片已经全部锁死了。Next slide。尼日非洲的尼日，他现在根本不想买中国的歼7枭龙式战机J7他买了12架，坠毁了4架，1/3都坠毁。那卡麦隆呢，买了4架，已经掉了一部战斗直升机，5直10的战斗直升机，掉了1/4所以说非洲国家尼日卡麦隆都拒绝再买中国的枭龙式战机以及战斗直升机。来，用的投影片完全是震动的，我这边是被干扰的。好，我们看一下左边这一架战机的剖面图，这是 F-22，右边的这一架是 T-50，是 Russia 的，左下方的是 F-35的，中间这下面右下方这是歼20的，假把刚才出被港抄，全部都是整个战机的剖面图都是抄人家的。OK，next slide。好，中共的战斗机坠毁，死了一堆人，甚至于飞行员跑到头，不让他的先生的飞得上去下不来嘛。OK，next slide。好，来，甚至于中国发射2枚卫星的火箭了，结果呢，
他们明明没有进入一定的轨道，他们却发布说这是成功达成任务了啊，结果隔天 OK，next slide。缅甸的森林里面发现了1坨、2坨这么大的发射器啊！原来人家就判断这是中国昨天发射的那个火箭了OK，next slide。这是中国的海军在东海上面演习，结果在演习过程船舱爆裂，然后呢，我们看第2行的第3个最中间的右边的这个他们呢还在用脸盆舀水啊，所以说党媒就自曝嘛，中共的海军开战一定呢必败，又添新业OK，next slide。好，大清的北洋舰队亚洲第1世界第3在甲午战争里面被全败这是亚洲指杂的军队了这个现在中国军力名列亚洲第1，世界第4，但是在联合军演中被泰国完全歼灭你就知道好 ，next slide。巴基斯坦呢拒绝采购中国制的步枪了，因为它的品质跟安全大问题。好 ，next slide。好，它的枪口乱喷，外国人不敢使用中共的轻兵器步枪。OK，next slide。连 ISIS 都嫌中国制的 AK-47是个烂货。我这个 PowerPoint 上面都有网址。这个 ISIS 的小组长试打 AK-47他旁边的尾随的兵叫他不要打，结果一打不到30秒钟，整个 AK-47就解体。OK，next slide。好，旧金山湾区的中国观察这个俄罗斯他们的报纸就报结果呢，2015年所有的中共的陆军连那个索马利亚的海盗都不如这不是我讲的，这是我收集资料的我去观察中共，因为我们做后勤的武器的研发，我们发现我们对比较 focus 在这些有的没的这些好 OK，next slide。好，中共的武器牵涉到智慧财产你全部都是抄人家的美国政府针对中共窃取美国技术的经济制裁措施现在中共他就不遵守世界上的路尔嘛OK，next slide。好，俄罗斯的观点报就报告中国的海军呢实力不足，现代化程度不够，很大程度上依赖我俄罗斯的二流军火。我俄罗斯的军火在这次的乌克兰跟乌克兰的作战呢，已经显示我是二流的军火了。你中共的军火、飞机、苏凯什么东西都是 origin from Russia。你也是我讲给你听，在俄罗斯的观点报就报的OK，next slide。好，印太战略中心的 C4ISR 扮演了巨人的眼睛的功能而且透过卫星及雷达系统居高临下而且这个巨人的双眼从大气层外面，从高中低空的 UAV 电侦机，整个控制了整个战场而且这些 UAV 它们具有红外线夜视功能夜间作战呢都是no any problem OK，next slide。好，中共如果要攻台，使用空降兵奇袭突袭，我们透过这个博胜案的 C4ISR 印太战略中心都而且成功的几率太小了啦中共的陆军就无海作是无效兵力，为什么无效兵力？请你告诉我，现在台湾我们
是你讲个人间，国民党底下在讲哪一个城市能够打城市战，哪一个你不要开玩笑了。中共的战车如何翻越133公里的台湾海峡？中共的陆军如何翻越？中共的空降部队如何翻越133公里的台湾海峡？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是他们都是战争，都是平原，陆权国家平原可以长期植入啊。那我问你，你中共的陆军如何由蛙式、由自由式翻越133公里的台湾海峡？哦 ，OK， 好，而且你这些载具要把陆军承载过台湾海峡133公里，我告诉你，你所有的海军的载具要带那个部队陆军要过来的话，至少要在海面上停留2个小时到5个小时啊！我看你在东南沿海集结，我就打了。你在上了船以后呢，我呢，台湾海峡是飞弹密度仅次于以色列的国家呢。唔惊死开来，OK， 那是来。所以说台海的作战战场就在台湾海峡，不可能火力去你顶晚拍进入台湾打那个城市战呐请注意C4ISR 透过俄国跟乌克兰的战争已经看得很清楚，这是21世纪的科技作战跟20世纪的义和团在打战习近平你敢不敢点燃台海战？C4ISR 的实验战场正在等着你OK，Next slide。好，结论，从战场的经济学来讲一架 UAV 20万美金一个导弹 UAV 20万美金打掉你莫斯科号那个旗舰8亿美金我20万美金一个的导弹打你8亿美金就投资报酬率很过算的啦还有现在打战是远端遥控精准打击，远端遥控 remote control 精准打击所以说Russia 你作战不要用20世纪对无辜人民的屠杀了这张下面是土耳其的 TV2 UAV， 他们扮演着礼貌的角色，事实上呢，美国老大哥24小时看着你 OK，next slide。好，实验战场这一次的打仗，美国所有最精备的武器，把这一次当成实验战场。21世纪的科技战争，在面对20世纪的作战观念美国最精锐的武装、最精锐而且最尖端的部队装备，实际上已经进场了远端遥控、精准打击我是感觉很意外的是我没想到俄罗斯的部队作战观念还留在20世纪啊！这个战斗的民族不打不要紧，一打才知道是如此的不堪一击呀！只会用20世纪的作战观念蹂躏战场，残害无辜的人民。OK，next slide。荼毒百姓乱来了，请注意，21世纪的作战，远端遥控、精准打击所以说美国、英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都没有进入战场吗？我跟你讲，全部都remote control。我就说我们台湾所采购的 UAV 全部搞不好都是在美国本土透过远端遥控在控住，在狙杀俄罗斯的莫斯科号的军舰，还有毕可夫军舰OK，next slide。这是刺针飞弹我们刚刚有看过。好 ，next slide。这是标枪反战车飞弹next slide。好，还有通信上，特斯拉的马斯克的 Starlink 叫星链，翻译成星链，它是实体隔离的，完全金规，你没办法听到你们俄罗斯使用20世纪的装备，所有通信的链路有 IP 的，我全部都听得清清楚楚了。但是马斯克的 Starlink 你完全实体隔离，完全跟你听都听不到 OK， 这就是20世纪作战里面的电子反制、电子防反制OK，next slide。
好，20世纪的作战，我们从这边20世纪作战，时常在讲说战场状况瞬息万变，端赖指挥官的英明决策，没这套，现在都是靠 C4ISR， 美国老大哥从天空看着你，你们在干什么？你今天先嚣张，晚上我就把你干掉。OK，next slide。上礼拜那个张延廷张将军他也有讲台湾现在所有的国民党的深蓝的都在台湾讲，美国日本不会来驰援台湾的。那你们讲是这样讲了上礼拜张将军他也直接讲说，美国不会来帮忙了我说我以台湾人的个性我讲美国一定来支援。为什么会支援？所有东北亚就是日本、韩国所有的货运商船85%都要经过台湾海峡呢。如果台湾海峡失陷的话，那么台湾海峡变成中共的内海，你说东北亚、日本、韩国的经济全部都垮掉，那日本、韩国会不会连韩国都会出兵过来台湾未控印太战略中心的枢纽位置第三，台积电在世界科技及经济的地位影响性太大了啦。所以说美国、日本甚至韩国都一定出手嘛，因为台湾海峡太重要嘛，所有的海线的运输全部都是走台湾海峡的嘛。来 ，OK，next slide。所以说我持跟上礼拜张延廷将军不同意见的，跟国民党不同意见的，我说美国、日本甚至韩国都一定会进入台湾海峡台湾呢控制了中共东南沿海，就是长三角、珠三角以及上海之间的咽喉嘛。第五，1996年台湾第一次总统大选，克林顿就派了2架航母过来了。第六，这几天呢，拜登呢出席记者会，一再提醒 Promise， 习近平立马乱来，你若乱来美国一定会入来。第七，台海作战呢，中共陆军呢是无效兵力可笑的城市战中共的陆军如何翻越133公里的台湾海峡，而且没有主战车、重装备进入台湾的话，他没办法打仗的。请你告诉我，你们这些人如何翻越133公里的台湾海峡？OK，next slide。这个相片，这2张相片是新竹乐山的扑爪雷达。这个扑爪雷达一打开都可以看到新疆、西藏那边所有的飞机起落都看得到的呢。有效距离可以看到新疆、西藏的呢。所以说来参考。OK，next slide。好，好不这是我今天所讲的东西因为我是21世纪国与国之间冤家相拍 C4ISR 的博士论文专家OK， 好，请前辈记得OK， 谢谢。请那个专前辈雷蒙。这样，我你介绍一个来。那个曾博士讲无人机迄个坦克走不过来啦，所以军事我唔免惊啦。但是台湾有全世界上济内奸啦，所以习近平讲伊有别项的部署啦或这样先介绍一下，我还来继续所以台湾还是非常危险，唔是输伫军事啦，是输伫其他的部分做危险。这样，敢要等你介绍，还是我先讲去啊？好啦，你继续讲，你先讲我先讲看你较好这样介绍好来。我有一寡 point 要叫大家 share 有快 share 对。
啊，拄啊也马田还袂记吧？袂入来 ，OK。我即摆2020今年吼，世界真乱啦，大家拢知影是苏联吼，这个小战啦，乌克兰人吼足可怜啦，死伤袂了吼，所以吼，就想讲，若以后我来拄着呢，因为迄个普丁交习近平交普丁变小啦，两个拢是共产国家啦，所以呢，去年2月吼拍入来的时阵呢，我拄伫台湾啦，吼，台湾的时阵吼，都看到遐个代志吼，啥物迄个美国吼就惊讲我来甲你派代表团来，派航票来，个台湾吼电力，这是做这代志啦，所以这个证明制宪呢，江会长吼，伊讲。张仁金啊，你去台湾看，敢要来讲一寡互阮听啦吼。我讲属于战争吼，我无内行啦。遐个代志吼，民嘴讲的，大家也拢听清楚啊啦吼。无吼，我从我来看讲，咱台湾的政府甲民间吼备战有准备好势无啦？吼，有准备好势无？但是准备了检讨的结果呢？大家惊一个呢，因为吼，你若看讲。迄个台电新达电厂，规个作业员无设置，安尼了台湾就停电偌久，损失了几千万呢？哦，若佫讲哦，迄个东南水泥电厂讲要维修，一个迄个塔无设置变倒，安尼高铁、台铁拢双摆布，拢摆停，10几万人就拢有出代志，所以呢，台湾哦，其实是真危险啦，吼。所以哦，危险的代志呢，既然吼，迄个 Douglas 吼，叫我讲的是，我讲袂清楚，所以得谢这个 Martin 那个台湾海外办的迄个社长讲，无即届你过来讲较了讲啦，讲互清楚啦，台湾人得准备好势啦，吼。所以我今仔日吼，过来写准备我一寡资料，要来甲伊分享吼。所以我即摆今仔日资料是讲，为这个乌克兰交苏联的战争内底嘿。台湾吼，既然政府加民间都有一点不足，你安怎来加强？台湾人要做什么代志？所以吼，因为这个最近呢，搁在后来好像先开讲，呀，这样好你吼，后来。用说你无开 speaker。雷文，你继续讲，你继续讲。OK。你家己自我介绍嘛好。呀，主要有看到吼，我今仔日正拄好，迄个曾教授交我拢是台南人吼，所以呢，阮讲话台南腔吼，无要紧吼，忍耐一下。其实即摆拢标准的啦吼。即摆即个share吼，我即摆讲你share，我所以从我来讲吼，讲即摆吼，都2礼拜了呢，马丁社长互我来讲较清楚吼。来，即摆过来，你用你的 PowerPoint。来，我用我的 PowerPoint 的吼 ，OK， 好。有关啊未？未。是。有关啊 ？OK， 出来，哎。OK， 好。所以这个内底呢，咱第一届吼是2礼拜前讲这个检查，我们安检看看有没有备战好势。检查的结果呢，真惊啦吼，那就无啥合格啦吼，要安怎补强啦吼。所以呢，马田社长讲，互咱有一个机会讲，即摆过来讲清楚，咱大家过来检讨看卖啊，台湾人民是要讲啥吼。遮尔一个代志吼，
写起来足长的啦，所以讲袂了啦吼。尤其吼，这2礼拜嘛，搁在大家拢有戏剧代志在发生啦，所以呢，确定啊，若准做讲，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袂当讲遐尼济吼。你就来大家后壁，我伫后壁会讲我的主旨 email， 你较大家来看啦吼，来看这个 PowerPoint 吼，你较来甲我问，甲我讨，我的主旨互你，你较家己去看吼。啊，所以今仔日呢，这个 PowerPoint 敢有出来吼？有，无问题。赶快 ，OK。这你下啊，这你下啊。这你我的吼 ，OK。对。好。好，继续讲，来，我这个未出去。OK。来，咱即摆吼，大省的部分呢，大省10几页的部分，我是跳较紧啦吼。啊，后壁呢，尤其第12页以后呢，讲较紧。咱即摆讲，可怜苏联普丁2月24日时侵入乌克兰，啊，伊用什么理由？伊讲吼，斯拉夫民族的伟大复兴啦，伊应该啊吼，15国苏联还未解体以前，伊15国即摆放弃，所以伊讲哦，我做需要我伟大复兴。安尼实际对面呢，一个习近平呢，伊嘛是讲哦，中华民族安怎哦，所以非常危险的。当然呢，伫这个北约内底呢，伊讲北约你这个有侵略哦，所以这不管你什么用什么理由啦，但是拍落了的时呢，教授较早讲，伊足侪意外发生啦，所以哦，普丁呢，即摆啦头啊吼。伊感觉讲啊无找一个借口，就是恁遮个军官拢骗我啦，指挥系统拢无甲我创好势啦吼，所以我较会遮尔惨啦吼。啊，所以伊就讲啊无吼，美国遮个迄个欧盟啊、北约啊，拢讲伊要出手不出兵啦，哦，拢个无要出手。哎，其实看起来到底这条出兵出力，教授讲着啊，吼，曾教授讲的，伊就是要出力，应该会看有啦吼。啊，但是现在吼。这个刚才听讲是要用什么金融制裁吼，啊，这制裁了到时啊，对苏联有遐尼挨着无？吼，会当互伊有真歹过日，但是是毋是有会当救犯？但是普丁呢，终于知影讲哦，伊原来是无啥好势啦吼，但是他要有一个面子的下台哦，所以呢，按这么西方世界就是讲，惊讲哦，袂当互伊舞着核武舞的最大条啊。所以也是要替他找一个面子让他下台，但是找什么面子不一定可以要找面子，所以普丁的讲也特别军事行动暂停。其实哦，有人讲啊，你这上面特别军事行动本来就侵略了，什么特别军事行动？那因为这个苏联、乌克兰、交台湾、中国太相像，领导者太相像，所以呢，感谢，这是上帝赐予咱台湾来特别检讨咱的机会啦，吼 ，OK。啊，你休息了1礼拜，美国的军事访问团就有迄个派来啊，啊，伊来要讲啥？其实伊都毋免讲啥啦，伊今日来就是甲你讲，我就是要甲你支持啦，台湾人你毋免惊啦，吼啊。习近平，你较细致的，我是要来甲你支持啦，吼。啊，但是吼，伊来了的时呢，按着看讲，按的国防部就讲教招我们改变啦，什么方法？哦，讲魔鬼战训练啦，所有教招哦，14日。啊，若是嘛讲吼，迄个兵啊呢，因为义务役是即摆剩4个月尔啦，吼，4个月尔，讲你要创啥？啊嘛是讲吼，伊来了的时就变得讲，我们是不是要改成1年？这个代志吼，那会遐拄啊好。就是讲军事访问人讲，你台湾你根本无准备啦，你要靠我啦，你什么教招拢伫迄个拢去体部少系政部、体政部，迄上有啥物路用？哦，主要呢重点就是讲，即摆武器设备最重要诶，吼啊，做些物件你得学好下，吼啊，毋是讲一定都因为拢记会牢，但是你至少基本概念会，以后我有代志诶时，我有靠人叫你倒转来做啦。唔是要叫你来理政扫兴，遐大陆军的主义啦，因为啊，郝柏村啊，什么迄个吴思怀办的遐体政部，迄拢无路用啊啦吼。所以呢，好在在这代表团来的时呢，台湾好像有动作，不过我们来惊一个看卖啊呢，因为吼，
这个讲一套台湾电脑虎头思维，交钱是不是交钱一当了，你就要改什么步数啊？自己国家要自己救了，你若要靠人吼，实在真麻烦啦吼。啊，但是吼，你讲普通时啊，你都无啥咧照走，啊，要叫你讲要变，啊，一当了是不是变的好势，唔知影哦。你到时啊，敢无法度？你若无法度的时候，我规是美军啊，跟你来啊，有没有机会？如果我教你教不会，我就自己来，吼，也有机会。虽然不一定要自己来，我用 remote 像刚才教授讲的 CS 什么 4II 啊，什么东西，我听讲无落来吼，就是我不一定要来，但是如果真的有必要的时候，我一定要来，吼。啊，最近呢，蓬佩奥来啦，啊，蓬佩奥来的时呢，伊互蔡英文甲请，请食饭啦，甲伊先讲这个欣赏互伊，伊甲伫迄个演讲会的时，伊讲我们希望美国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啊，这一个事情呢，就交即摆你模糊的，有啥无共款啦？有人讲吼，迄个讲，啊，你若会甲你讲吼，中华民国台湾啦，那也无直接讲台湾啦，啊，所以吼，我就甲讲吼，我有甲人反映讲，静涵，你讲的吼，人就甲你讲你是成立是你独立自主的国家啦，主权独立啊啦，你吼啥物名你家己改就好啦。像讲我等去台湾嘛，我做一朋友去改名去财政事务所迄个登记改名，本来叫做张梅花，伊即个讲我詹兰花较水，改张兰花。啊，以后嘛，佮詹梅花，只要是你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你要改安怎名，你家己改，所以唔免甲伊徛遐尼济啊，你就甲讲，航票，你多谢你，我们主权的国力国家是重要。但当然，伊是即摆是在野的，较无遐尼勇敢，较好大讲话。那个拜登政府呢较保守，但是是不是越来越清晰了呢？清晰的时候呢，我们台湾政府在把握机会哦。因为讲啊，有人讲无要紧啦，迄个我若叫台湾来叫什么名，拢相像，我嘛照常食饭，照常困啦。其实哦，你看到有名目上面还是不一样哦。迄个苏联这15个国家放松出的时呢，有的已经加入北约啦，有的人也无入北约啦，所以苏联即摆要苏俄呢，罗西亚要拍的时呢，伊先经这个乌克兰，你还不是北约，如果你是北约的话，我就另眼看待了。所以不是说都没有关系，还是有关系的。啊，当然会去有经到乌克兰呢，迄个交蓬佩奥做伙来余茂春哦，伊讲，迄个打开始的时候，乌克兰伫这个挖对一边的心也是很犹豫啦，说来说去，所以伊讲面对独裁政权呢，绝对袂使行中间路线，这就是余茂春特别替我们提起的啊，里面呢，按这两日啦我看到那个佩洛西讲要来，唔知无来，但是至少你已经看到重量级的参议员来啊，所以这么多事情呢，我们这里当然不在 update 了，但是对于说我们外交上面也有很多进展，但不管是安怎呢，我们提早拄好，我把彭明敏那句话讲，你要在这边，彭明敏讲最后一句话，一个中国，一个台湾，早已是铁一般的事实，这是对这个国家主权的彭明敏。拄啊好，打不幸呢，唔甘呢，拄啊过星期一礼拜伊是这样讲，伫这个蓬佩奥要接受这个颁奖的时阵呢，常停电去啦，本来停电迄个时阵呢，伫总统府内底是要颁勋章给伊，然后顺续直播啦，为什么就突然停电去啊呢？有人讲是不是立法委员就讲这个可以有人做鬼哦，因为唔呀，敢若即届拄啊好尔，即几天内底已经几若届停电啊啦，你只咧讲8月15、2月21，什么会几若届啊啦，所以本来想讲歹运啊，咧拄啊好啦，但是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敢若一个台电的人，还是讲是什么人，小可无细字，就可以全部瘫痪，这个嘛是真可疑啦，本来我想讲，这个就是排文，但是如果你这个设计不良的时候呢，
你已经发生那么多次了，也应该早就要改革过来了，应该要改过了啦，没有可能继续让他这样子来了。因为小可这样代志呢，伊唔免用派飞人机过来，唔免坦克过来，伊甲咱凊彩讲叫两个包厢，凊彩甲你弄一条飞船，弄一条炸弹的，你台湾就瘫痪起来了。所以呢，这里面看起来的时候呢，我们看起来最恐怖的，台湾最恐怖的，备战最恐怖的，就是要预防来电来干啦。要不然我们的总统人啊讲停电，伊讲我们赶快恢复用电赶快恢复用电。经济首长的一点讲损失轻微，一切可供可什么东西，安尼讲的2日衰，大家袂去记啊。佮听一届新的讲我们希望赶快用电，唔敢无电用无方便。这个是场面话，他真的有没有在做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了从这里边来看普丁呢造成这么多灾难，人民牺牲也很多，也是有他的道理。他的道理是什么？刚才讲，斯拉夫民族伟大复兴，是讲你那个北约东扩会影响到我。但是不管他的理由再正当了有几行的讲，你如果知道这样的会损失牺牲多少人你难道没有更好解决的方法吗？普丁这人起笑，但是他这个行为怎么会很快也可以因苏联没人看得出，没人看得懂啊？所以独裁为什么会没有有效制衡？独裁体系呢，看起来说好像非常的训示有效像我按做这人去中国讲中国要拆除拆出去呢，好像很有效，但是呢。习近平嘛，相想一样的，没有制衡，相想空安呢，想起笑的人，他没有办法他如果是集权专制统治的时候，没有办法把这个危险性把它消失。所以呢，这场战争呢，其实就是讲自由跟民主两个世界的战争啦。我们无论如何，如果自由世界的时候，也许看起来。你有说做麻烦的人民反正一点做贼，但是不会有说几个人起笑就会有产生一个很大的祸害所以这里边呢，看起来我们台湾呢就毫无悬念，应该要留在自由世界贡献心力了，这个是很清楚的那其实呢，除了系统以外呢，这个领导人也是很有关系，所以我从这里来检讨领导人。领导人是什么款呢？今麦安的检讨的就是普丁、习近平、拜登这样领导人，这大概这让这领导人都是攀崖高手，伊占迄位的是都是内行在领导外行啦，外行领导内行啦。现在其他呢也有很多那个技巧的啦、中咖啦、小咖，嘿，我们等一下他来讲，时间的关系。但是俺在看，知影讲普丁呢是一个。莫斯科小孩，特务出身，已经做22当的掌权了。伊限制任期没有限制，伊是一个2000亿美金的大富翁呢。所以呢，习近平呢，伊是红二代，文革期间下放农村，伊正式教育跟他小学程度呢，伊掌权10年。伊看讲，普丁让这样的故，伊有没有寻求连任？这种魔头呢，他们里面。是这样的背景，他自己懂不懂你刚才讲的高科技，搞不懂什么叫做半导体，他只是做到说有人要告诉他，他听得很喜欢的东西。那这里边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的战争呢，有一个超级的大咖，超级明星咖，就是 Zelensky。这个 Zelensky 伊虽然讲是做戏的，但是你以为拢讲做戏啊，其实伊是一个正式。高等正规学校、高等学府毕业，学历非常的好的。他只是说演过喜剧，你就给他尊德公就一样。他这个人是怎么样子？他是汉敌叫人民共生死，我绝不落跑，我准备要和你造，你也不造他去到争取外汇公，你设这个航空不能够有制裁，每当飞机飞进来。你若不同意的是呢，北约啊、美国啊，你如果不同意的时候，你就给我武器嘛。
所以他也是对他们的要被偷物件的心也是非常的强悍呐。伊去每一个地方演讲，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14个去演讲，包括到这两天去那个韩国演讲，都会举到他最恰当好处。那个当场地方所说的，日本伊就讲你原子弹是怎么样，所以每一场呢，非常的大家人拢听到拍鼓啊，拢一致的举例非常的深切。然后如果说，你都袂当讲迄个出手不出兵，那这样只有志愿兵来。志愿兵呢，伫改选的时有差不多16000-7000个。去伫有事的所在集合这志愿兵到底是暂时还是无技术的傭兵啊，还是讲有藏在那里面不知道。但是这个志愿军在那里的时候呢，你可以发现集结不久多久的时候就发生大爆炸，死了35个这些志愿军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有什么找出来结果，因为有乃干囧架的消息上偶苏联。所以苏联就打击攻击了30几个志愿军来。那这个呢，当然呢，这个乌克兰很快就查到了，很快就把60个内奸就抓起来然后有哪些是叛国的人，他也抓起来。那这个事情呢，他虽然是很鼓励、很勇敢，但是他对内奸也是非常的细心、仔细的处理，这个是非常值得学习的所以呢，虽然讲知影苏联不太可靠，但是呢，伊感觉讲涉及人民这么大的牺牲，我是不是应该也要做一点妥协啦？因为涉及到广大人民的生命尊严，再大的企图都要放手那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来讲领袖来讲，那这样子你说了这几个重要人物，那我们的蔡英文总统是怎么样子我们蔡英文总统当然她是女性，她比较前稳，你不会想到说期望她说她会有那么像那个泽连斯基那么勇敢，那么样的说话那么生动倒是煽动人家，倒是鼓舞热血。但是呢，你如果说她有没有做得好，那其实我不方便在这里说不那么多，你就按照这个普丁，按照习近平他们的缺点，按照泽连斯基他们的优点，一样一样来检讨，那你就知道我们的蔡英文总统现在应该是要加强在哪一方面。所以呢，领袖政治人物日理万机，不能将全国的所有的机密都跟你讲因为我来你讲上面时，有人讲你唔捌啦，你小老百姓人哪里跟你讲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很多的事情，这个不会告诉我们，但是领袖的权力极大，还有免责权，所以呢，一切都说在刻意攻，你自己的良心在哪里？我们要采取行动的时候，非常的缓慢。所以，如果你领袖可以将国家全体人民的利益，抗你的派系利益，为国举才美公这个是不能出钱会乱有人跟你讲你最好怎么样？讲你别管我，礼贤下士有说是什么制度要改嘛？那你说，如果他可以按照这样去改的时候呢，那这样的人民就比较幸福了我们来讲按照领袖还是政府呢？人民呢？按照台湾人民内底寄付差不多10亿查一次出来10亿啦台币，但是10亿内底呢，差不多3000几万尔嘛是一次出来啦，蒙好啦。那华硕集团嘛，有人甲你敢问讲华硕你是安那遐伫莫斯科遐伫卖电脑？华硕讲我无安尼，我捐3000万啦所以呢，这个台湾人民你们叫伊捐钱的心愿不愿意？可能会愿意捐钱啦。我来要讲啥？我就做生意我袂使安尼所以你如果说要他捐钱还可以，要他做更多的时候呢，你说要学习他们自救救人，阻断那个侵略的蔓延呢？乌克兰全民皆兵呢？你会学习到多少？非常的可疑啦非常可疑。新加坡这个曹新成呢，伊是规划，伊讲中国是乱源，就有人讲曹新成
你是那个新加坡人外人，你给我闭嘴！其实哦，曹先生一个否定中国的正当性啊，他伊要讲啥？至少第一步啦，伊唔是讲哦，其实这人无爱伫公园，就是讲唔敢听啦，无要想要听，唔敢听中国无要听的话啦。哦，所以台湾人民呢，唔敢听中国无爱听的话啦，是非常危险的啦。吼，所以按来讲，台湾人民吼是淳朴善良、受骗、不义教育、爱民主，这款人民会当信赖吗？俺大家加强啦。所以才要骂神，有可能骂着你我家己人，我们家己人爱检讨。哦，啊，但是吼，你讲普丁、习近平的方向走板呢，伊伫因的国内支持度原来也真悬的呢。吼，因为真悬，是安怎呢？因为你讲你捌伫遮捌咧做过中国来的朋友，伊虽然甲你讲我最好势，伊嘛是认为讲，我们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你若该变的心，本来在你的好朋友，中国来的朋友，还是要跟你翻脸啊。所以呢，台湾的亲人朋友就想啊，你若该讲遐叫伊改变，说不定他也会跟你翻脸的。所以人民是不是真的可靠，我们不知道啦。吼，那这内底讲来讲去呢，有一部分就是内奸吼，非常危险的。我唔能够讲时间关系，无法度讲咁济啊。但是按看的按的台湾呢，所有的法律吼，对内奸无代志，行王炳忠了着嘛无代志，夏西嘛无代志，大家拢无代志。哦啊，所以呢，这个非常的恐怖。哦，然后呢，这个事情呢，我就想到了说，既然这么恐怖呢，你到我要到中华重庆南路去买一点书，你在重庆南路看到有那个浙江省文化集团的设的叫做天龙书店呐。哦，这边的很多在那个总统府100公尺以内。射程以内的地方有很多中资机构，非常的多了。里面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时间讲啊，你们有机会自己看。所以我就想到说，我这代登去台湾的时候，都好像抓去关啊，关讲你那个 COVID 你要先隔离啊。我没有不一定有危险性，但是说你关起来，我们人民才会放心，台湾人民才会放心。所以为了选了一波讲，这里面看起来，你觉得这几个人，你是不是觉得也很有危险？虽然他不一定说他一定是怎么作奸犯科，但是如果中共要给你爬来的时候呢，一定你启动啊，我是不是请你进到这个教育营还是讲集中营？这样的话呢，你的自己的不方便，我们全国台湾人民才会安心。这个是有点构想啊，像迄阵啊。二次世界大战真珠港拍落了的时呢，日裔的美国人嘛是请伊讲，无恁暂时来食啦，我就互恁有食，拢管这拢好势。你伫日裔伫外口的时吼，未来啲人会甲你拍你哦，甲你讲看你日本人甲放珍珠港甲你拍，你来遮我甲你保护。所以我就有这个构想，就是讲恁入来这个集中营，不然讲集中营啦，讲教育营较好听啦，因为新疆教育营、什么教育营都在这里啦，吼。OK， 搁过来吼，按整改就是到家的有一个综合讨论啦，就讲迄个国家的人民吼，普丁本来讲要设一个安全走廊，互你走啦，互人民厕所。结果呢，人民你走的时，伊嘛是甲你忘，都没有诚信。所以我们那个时候上2个礼拜前，我的结论说，国家领袖接受人民的寄托。但是他不能挪用人民的信用，这也该你的代志啦。好，让信任你讲我这安全走廊是安全的，结果你台湾来信这旁大家妇孺老幼都给他想了。所以国家的领袖呢，你是接受人民的寄托，我算你，但是你把我们的信用，你这里个人的代志。所以人民呢，这个。只有说一定要有真相公平呐，它是互信的基础，是关怀慈爱是人民相处之道。那像安尼教会的心呐，会参加的心嘛是讲教育就是公义甲慈爱，人民宗教官安尼讲，教牧师安尼讲，政治干嘛是政治干嘛是安尼讲。所以你如果检讨说我们的总统、我们的行政单位有没有做好，你是按照这样去检讨啦，那你就自己就知道他做的。有哪些地方要加强？基本上按来讲，如果我们人类追求的时候，追求什么？
我们都能追求第一个民生嘛，食衣住行娱乐嘛，啊，大家有环保嘛，吼，这是民生的代志。啊，若讲民生了的是呢，讲人民权利、生命的尊重，无管你是新疆，还是西藏，还是查某，还是大口肥的，还是黑的白的，吼，还是水的歹的，大汉细汉的，你都是要尊重，这是人权方面的考虑，吼。啊，第三项就是讲，那你要效忠谁啊？你说我中华民族跟你有血统关系，现在你跟你的儿子，如果你是在国外，你跟你儿子讲说，你要如果美国跟台湾有利益冲突的时候，你要效忠哪边？我是跟他讲说，你这个地方养你、教育你，一切扶你长大，教你教育，你就要第一优先效忠的是这个，不是管你，不要管你的 DNA， 也不要管你的血统啦。哦，那这是上一次到我们已经操作一半了。OK， 好，我们稍微快一点。哦，那底简介时呢，我们举一些的参考的资料。哦，啊，内底呢，第三讲。以叶万辉来讲的是呢，伊有个给他提到讲哦，不只是你要考虑到其他的安全的问题吧，你这个通信跟能源的规划都要注意。那上次的时候呢，我们3月30号，我有听到台湾会馆有一个谢淑媛大姐呢，伊是一个国内专家，今麦退休住伫乌克兰，住伫夏威夷，我有感觉讲伊讲的真好势哦。但是时间不讲了，所以你就参考。如果你看到网页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美和这有关这些 link 来底下的吼，你看搞来参考。伊讲一个就是讲，这 Alexander Great 要翘起的时手康康地灵刮沙哇，伊讲我这么战机我也是走了，但是我双手空空，不管我以前曾经怎样的步啊，今麦呢开始都在发生代志啊。那我们的战场里面有什么代志发生呢？布查，哦，还有一个布塔毒夫台西把这人，哦，然后呢，马利波攻台西把甲板人，哦，然后这个战事方面呢，这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曾教授，还有上次的这个这些技术专家讲的都比我好，所以我只是挺快的跳过。好，现在呢，那个盟军提供的是包括到反攻的。不只是防疫的，也可以再打进去。而且呢，这个美国方面给他一个军备租借法案，英国也跟进了。也就是说，我若要卖你物件时，我得要国会通过，得要做些条款啦。但是我租你就好啦，租你偌济，迄另外就会输啦，就很快就可以武器就可以无限制的供应了吼。那就可以包括的是攻击性的彻底它。那洪德兰已经宣传讲，你不是。苏联讲是解放，我讲你是大屠杀，吼，所以呢，这个一个人民吼，如果有选择的时候呢，如果碰到的时候，不能够随便，因为你哭求跪求不会取得和平了。乌克兰坚持抗战，司法以色列是全民皆兵了。这个地方呢，一定要自己国家自己救。跟过来吼，按来讲，军事方面呢，有专家包括了。我们来谈谈政治经济方面，这个欧盟呢制裁苏联呢，你的俄国啊，你的那个煤炭不能用了，以后呢，我们可能也要把这个石油跟天然气还要减少贸易，把你的昆农。那这里边呢有谁？德国的总统下来讲歹势啦，我英国啊上过了重利益啦，所以呢，我们能源上面呢。依赖它很多啦，但是它依赖它很多的时候，我看起来好像我省一点，但是这一次一来的时候，我所有赚到的都吐出去了，所以这个产业分工呢，本来就是一个全球化，包括到我们很多的前辈都说，全球化是一个很重要的idea，各取所需，但是大家准备讲，大家人都是好心的啦。你讲我有这样克力，这样克力大家互通有无。但是我来讲，你克我就无，我袂使去，你的是你就差嘛啦。所以呢，乌克兰本是世界的土仓，今麦都产不山里走啊，所以世界两方也是很可惜啦。这个产业方面呢，不能够说治理人民只是注重到了，你只是说啊，我哪里有利，哪里没有利。那在外交方面呢，这个以前
芬兰、瑞典、瑞士都攻中立了，但是现在已经发现说，中立也是要依赖说大家有互相的信任了哈。但是如果现在选择中立，好像已经不行了，伊嘛要改啊。当然呢，欧盟甲讲乌克兰申请参加，欢迎参加，但这里边呢，其实这里边所谈的呢，都只是启动而已啦哈。到真正要开始的话，可能还有一点时间的哈。那英国强生欧盟主席，基本上去访问基辅首都，给他们打气。里面呢还谈到法国，这两年的选举，法国马克龙交那个德国呢，总统两个本来是做调解人，他们现在是两面不是人。为什么法国也惹上麻烦呢？德国是因为他的经济利益啊，法国是安怎？我听讲法国很骄傲，我的文化，我的文明。我的有一些艺术，我的文化很好，但是呢，你老美总是要叫我听你的话都不尊重我，所以呢，我觉得吃回美国了，没搞你雄厚了。但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进行下去？好像马克龙稍微缓和一点了，但是他的新一个人也不一定是这样子。所以里面呢，我们有人建议说，好，我们做一个比对。这里边比对的时候呢，我们怎样讲？苏联加乌克兰是两个国家，台湾呢从来没有被他统一过，但是台湾基本上没当并起的国家，还是没有一个政治实体，所以台湾不是联合国的会员，不是爱护会的正式成员，但是台湾有很多不可逆的，但是台湾的缺点你都下，台湾台商利益上济啦，瓜葛上济，乌克兰等到靠不这个包袱，那台湾的内干小济是不是奈得了？对不起。台湾做这个内干所以这边这个都叫起啊。所以台湾来干呢，非常的危险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呢，是不是我们可以说，就算美军你如果教得好，你不用出现，你就remote control得好的话，但是如果你真的不行的时候，我们也欢迎你一直就过来了那台湾不一定要等到挨得起被打了一下的，打了半死了以后才能开始反击了，制敌之先还是非常重要。那里面呢，我们刚才有提到了一个事是，台湾的奶干虽然非常的恐怖了OK， 再看下一页。那我们谈到周边有事，因为苏联、乌克兰、台湾、中国太休想了，所以呢，我们周边呢就是说，你要想到我们有一家大野狼在旁边等你了。这家大野狼比这个联合国的表决上面的决心呢，都是模棱两可的，都是骑墙啦但是最近呢，有一点见风转舵了那这见风转舵并不是说他已经手软了，而只是他认为说他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占点好处？但是我只特别提起来讲，在那个4月初5，那个日本的外相去访问波兰，伊回去回来时，顺续炸20个乌克兰的难民倒回来，是安怎？是讲是安怎讲？咱现在日本都无欢迎迄个难民，做些是安怎就回来？你讲是不是要准备以后伊要迎接啦？附近的人有要做难民的时阵，伊会让甲包容。附近的人是啥？是咧准备讲，看来讲，伊可能认为讲，台湾可能不免首要变成为是日本的难民啦。你唔通想讲日本去到地当洗沙洗，洗迄个呼噜洗迄个温泉偌好咧你是做难民的时阵呢，而且日本的难民呢，也大概只有多少个位置而已啦。台湾上重要的麻烦就是中共的统战啦伊甲你讲血浓于水啦。我们还有那个新党的吴成典，还有那个义务民带那个原住民，我们也是那个炎黄子孙呐，原住民也是炎黄子孙那个
我们的教育部里面呢，所有的教育政策呢，还是以中国为做主体呀，那我们来干非常的回向，所以我这里边提到了说，华中教育营呢，还是要慎重的考虑，真的要来，那甚至呢，五郎宫我们的那个双语是不是以后赖清德的吹业工变成了是华语、英语变成双语国家的有这一大堆教授开来的批评讲，这样子的话，我们中华语言就稀释掉了。这个既是认知战，所以这个好像既然有可以说用写英文也是不好了网络作战，张延宁前盖有一个丁宏斌教授讲，你这个网络呢，1450呢，是不是要来挡掉假消息呢？其实我发现你1450是在内战呢打的比较多是在做政党的斗争那你看呢，乌克兰遐人咧好的消息，其实呢，乌克兰有一个31岁 IT， 一个做副首领，唔知什么职务，我不是会使记起来，好像叫了什么名，我袂使记起来他这个是有带领了20万个大兵的 IT 部队，一定做这段物件，你讲的那么好，表现那么资料那么很快，他就是在这个新战方面也是做很多。那台商呢，做这物件，你做这个台湾贸易的互补呢，这两日有下讲4月7日有18个大佬台商回来，要去找蔡英文去总统见面，讲我们今晚要回来台湾了你这个是不是要给我们水？我们要的水电人力都要帮我备好。你现在看看这些人呢，是在那边发现说中国有代志啊，你现在我想要逃回来了，但是我回来的时候，我要选择了，也是我要先优先顺序选择啊，而不是说我就要说你有讲到了，我就给你排挤掉我所需要重要的优先顺序。所以呢，在这个中国互补性呢，现在我们台湾呢，对中国依赖贸易呢还是占30-40%啊，比马英九的时候还多了。当然是因为现在半导体卖了很多，他不得不靠你了但是呢，这个降低了这个贸易也是很大的问题了。我们不能说因为这台山邓海光被邓海或者火力邓海排挤我的作用。那个华航的代志大概讲一波啊，拢无法度处理偌济。结果呢，那个立委伫遐咧执行的时阵呢，讲你为什么华航甲你讲一波遐马股也起袂掉？石仁昌讲那这都有讲时啊，我若挂一个迄个是台湾的记号呢，就华航就飞袂去到迄个香港，真麻烦呢我想讲，石仁昌你是对头壳是空是毋是？伊叫我白老，所以可能我咧头壳脑心去啊。我讲，你若真正华航袂当去飞中国，你要有利荣，要有华信的迄都毋免有中华民国的什么物件你就这样的打马虎眼，随便讲一句话讲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华航还不能把那个是什么旗拿掉因为我们如果拿掉的话，我华航就不能够是飞中国啦。那你为什么要华航飞中国呢？我华航还有子公司，还有华信还有立荣还有可能讲的说，你长荣还是跟中国买船买很多，那这样的话也有人跟我们警告说，你买船买那么多的时候，是降低他们的成本那我们现在的台湾这上面代志，台湾这一代志你看嘉有讲有啦，最近立法院还是什么院拢有讲，王定宇讲要取消退降这迄个经济犯罪会罚几块。但是你如果看到这里这个金额来看这些钱呢是不成比例的犯罪得到的所得呢比被处罚的差太多了，所以不成比例的时候，我这个冒险试试看而且这里面谈的这些事情呢，都只是在初审提案并不是法律还早得很呢。我们这个政府是不是真的会把这个变成为是法律呢？所以我认为，谈到现在为止，我的建议就变成为说，应该要参加美日印太联合军演你说要跟美国合作，因为你台湾家己
不够亏了，大家来帮忙不对了哈。但是人家都不跟你让你来一起来演习，到时候你怎么跟他一起演，跟他一起打战呢？为什么他不给你参加演习呢？因为演习了以后有很多 code， 有很多资料就给你，你里面太多内奸了，非常多内奸了。我宁可自己做，我都不太敢让你参加演习。如果你做的比较好一点的话，也许他会愿你参加演习。那美军有没有派人来？应该有啦哦。啊，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吕莫，还是这几天我有听到说派士兵要去美国受训了哦，士官啦，不是军官，因为军官东西你规划东西你哈啦哈啦啦，真正你基层呢做者士官，所以4月13号的新闻说，哎，士官好像有在做哦。那华中教练营，我再强调一次，我讲3次，就是说很重要哦。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变成了是说，这个是不是军事方面呢，就这样体制改善？再来呢，按2022这边搞完了哦，各部规矩来哈。我们2022呢，中时反对党哦，有没有办法出来？现在如果你看到，如果是稍微对民进党不太好的时候呢，公化卡 K 的呢，自成力量呢，就是在打压了哦。然后这个民进党的党员呢，选了以后呢，也都是没有用的投票部队了。所以虽然我目前还是党员呐，我还没有被退出，还没有被开除掉，但是我觉得说，我们要完全的考虑要忠实反对党了。2024的总统呢，这届到这边为止，那个台电呢升息很多啊。如果是有不同背景的人来看吼，也许说哦这样的比赛，但是台湾的总统呢，台大法律系的已经做者盖啊啦，法律政治系的，他们都同一个角度去看，是不是2024的时候要找一个不同专业的，可以来一起来做了，也许会思考的角度会比较完整一点，不会说这些人呢是不是也有功劳？我们不是说他没有功劳，但是他是也有危害的地方的哈。所以呢，这两日啊，都要和我们的4代老呢折死了一位了哈。今麦彭美敏贵星期啊，我们那个那个我做没书，所以4代老一直那讲总统你辛苦啦，稍微下来，我们请你休息一下子。伊也讲我不理你们啦吼，所以呢，迄个葛志明挑起的心呢，伊讲我袂当去啦，我迄日啦吼，有严金标遐有迄个大家正南讲有节目呢，我就爱去啦。吼，所以彭美敏呢非常的智慧，我即届吼拢无要设迄个没有任何的追思，没有距离，因为你只要讲哦，我做唔甘，但是去到底好你表演，好像你就表演过就算了。但是哦，彭美敏呢，虽然是这么智慧，我们应该要记住他有什么事情还没有做。所以我就借他的意思来讲说，他死去以前的副犯呢，你讲这个转型正义呢，元凶还是不公布啊？哦，然后转型正义呢，不会公布的心也会不断的一直在流啦。你那个杨翠原来的主委，杨翠为什么会辞职呢？你要想看没啊？司法改革呢？哦，你现在呢看起来也有很多问题。是不是有人要留得住他可控可操作的司法体制跟人员？因为今麦呢，他有一些我这个也许是论文门啊，也许是哪一个问题啦，我可能现在可以那个免责权啊，但是以后呢，我也许会发展超出我意外之外，是不是我需要预留可控可操的人员呢？但是我们是希望说，你错误就已经错误了，但是你不要再挡住我们的路，让我们重要的人员出现哦，然后该有的足钱出来。如果是你到时候呢，我们做完了以后，人都有错误嘛，真的是有地方呢，认为说你要找你算账的时候，我们也会说既然是有错误的。功过相抵，是不是大赦特赦？你也不一定会有罪啦。像彭警卫也都是没罪啦。但是如果说你是一意服刑的，一定要把它做得更厉害、更勇敢，要掌握住。你要一意服刑的时候，那算了，我们就不要撩那个亏待起来哦。那在政府体制上面呢，我们需要它无忘初衷了哦，彻底改革
忠诚反对党。为什么我不忘初衷？2015年我做民进党的，14年、15年做民进党的矽谷自然部的主委的时候，听伊来讲我们要台湾要5大改革，什么国会改革，什么司法改革，什么改革，所以为了听做好就做好，所以我们就召集我们每个月举办一个月举办一场的专题。立法委员怎么改革，所以我们才知道什么联立制，什么那个并立制啊。所以我知道你那个时候有想到了，你有那么多的呼吁，但是呢，我们把它做出来了，开过几场那个座谈会以后，我们也把结论送给吴钊燮，送给谁？吴钊燮我送给他 Gmail， 不是送给他那个政府的官员的网站，他都有看到。但是我们看到说，好像呢，你就忘记了当初你怎么讲。吴钊燮，我想说他大概没有完全忘记，因为有时候偶尔呢，他还是有一些手机呢是有一些迹象，看起来好像跟我们建议的有一点点一样。虽然我们是用，因为他给我们 Gmail， 所以我们 Gmail 的话，他可以看得到，政府体系不会挡到他哦。那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让我们的地方选举，我们的国家选举，应该希望能够有很好的往我们的改革方面去。那至于我们的机制正义呢，我们少年呢，没有基础了。你认为说我们有很多利益跟我在一起，你要台湾这个地皮太便宜了嘛，中国那个就涨得很贵啊，台湾还算便宜啦。但是台湾呢，你要去学习中国，中国经脉呢，原成大说都当个台湾，你也要让他说学他的喝康呢，学他的一样吗？但是这几天我看到好像有在动一点点的样子哦，那希望呢，他希望我们真的可以做一些转型正义，我们的产业呢要继续成长，供应无缺，但是我们护国神山不能只有一个，我们应该护国群山，所以这里边呢，我们谈到了说，这个就是所有事情这谈呢，也就是说我们要往国际建国治民的方向，也就是 Douglas 那个江会长在提的，我们不只是要实际建国，也要法理建国哦，因为法理不法理，真的还是世界上待遇很大的不一样。彭明敏最后公的这个为的是公，他绝比最些中国，觉得台湾早已是铁一般的事实哦。那这个是我已经到这里结束。如果你有需要这个网站的时候，需要说这个 PowerPoint 的呢，我这里边有，或是你跟我们联系哦，我们就会尽量寄给你。时间的关系，很多地方跳来跳去，可能公道不太清楚，也许你自己看的时候会看得比较完整。哦，谢谢，对不起了，我们时间拖了很长，谢谢。那个 PowerPoint close 啊 ，PowerPoint 关开。OK。对，没问题。好，我们现在因为2位都讲完了，我们现在 open Q&A， 那个 John Wu 有举手来，我们 John Wu 开始。我的问题呢是分开来对2个演讲者 ，OK， 请这个主持人让我简短的把它讲完啊。我们希望对啊，我知道，你可以限定时间，我知道。是那个第一点就是那个Raymond 刚刚讲的啊，我觉得我有3点，就是很简短的。我说第一个，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为什么被列为民主国家的证明？那各位想一想就知道，因为它有选举制度。那另外呢，就是这个 Raymond 讲说，有事情的时候有战子把那个什么教育像日本人一样那些意见并不同的人，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这个要有立法程序。OK， 第2点批评蔡英文总统是一个女性，在美国的话，这个是大忌这个是大忌，因为这个是人权的平等的问题，男女间的equal right 的问题，所以不能用性别来说。还有关于这个台湾这个有不同意见的人，
不要讲说民进党之间有不同意见，国民党之间也是有很多并不同意见。那我认为这个是好事，不同意见是好事情。OK， 那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决定是我们的决定，但是一切是法治、自由、民主才有可能得到美国的帮忙。第二个呢，我们就去谈那个曾先生呢，他所讲的那个所有理念，讲得非常的好。但是有一点呢，我是需要呢，请他的各位们听听我的意见呢。这个 C4ISR 的曾教授呢，把美国讲成是老大哥，然后他在看着你。那这个词呢，是从1984年有一本书叫做 George Orwell。George Orwell 写过1984，他就说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那就是一个独裁者的意思。所以引用这个老大哥在看你这个字，我认为是不太恰当。因为 C4ISR 是在战争时期使用 ，1984 呢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点，你到哪里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那我们现在是在台湾的这个未来，是靠这个自由民主社会的这个国际社会的支持。那美国当然是站在第一线，而且我们人都是美国公民嘛，我们也是双重国籍的嘛。我现在人在台湾了，那我是认为呢，就在那个写那个 PowerPoint 的时候，我是希望把那老大哥这个字呢能够拿掉，然后呢，因为为了台湾的前途，我们批评美国不能说 Big Brother watching you， 那这个我觉得有1984的味道。它本身就是一个 dictatorship， 所以呢，这样的比喻呢，我认为是不恰当的，对台湾没有帮忙。OK， 还有关于那个Raymond 讲的内容，对台湾也是没有帮忙的，反而是帮倒忙。OK， 那就是这样子。Thank you。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别的人要做什么 comment 的？快 Q&A 啦！我们从OK， 这个是邱叫麦克风，邱一峰邱律师哈，对，刚刚两位这个讲者讲得很精彩啦，我认为他们是真的是病理学家啊，台湾的病理学家，但是是不是生理学家，我当然也因为我第一个就是请教那个曾博士啊那个我们常常讲说物是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那台湾你不要说因为我把中共看得说中共不行，然后我们就自己把自己的这个整军给它疏忽掉了。那曾教授，你认为说台湾的这个要不要去学以色列跟对是一样，全民国防跟全国皆兵啦？希望说台湾是不是要靠台湾的这个自己的台湾自己救？这样不要说什么要靠什么美国的老大哥，这样也不行了那第二个就是那个专主委他以前是那个民进党的主委嘛那你认为说台湾现在还真的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吗？我们的选举是公平的吗？我们的那个所有的制度都是从中国移植过来的现在大家还是说我们是中华民国，那我们这是不是应该认为说台湾是台湾，不是中华民国因为蔡英文常常就是跟外国人讲我们是中华台北，不是中国台北，但是在英文上面变成说 We are Chinese Taipei, not Chinese Taipei， 外国人听都没啦，外国人真的听不懂啦那第二个就是说，他认为说那个电力会发生这个将来中共来打的时候，就把你这个毁掉嘛那阿扁是有讲过说，他当时
要把这个电力的风险分散掉啊。但是我不晓得阿扁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在做了哦。后来为什么没有做？那有人是说乌克兰为什么对台湾不友善？我们为什么要去支持乌克兰？哦，那现在这个问题是应该是说，现在全世界是一个民主自由的这些国家跟一些专制独裁的国家在对抗。哦，那乌克兰过去因为他跟这个中共双方好像是要订什么共同什么条约哦，他说要保护乌克兰，结果中共还牛了，所以说我们应该认为说乌克兰他如果要站在自由民主的这个制度上面哦，那当然我们非常欢迎他能够加入整个民主阵营去对抗那些专制独裁的国家哦。那我现在请教大家了哦，蔡英文是不是独派啦，还是统派？哦，大家可能可以心里面想一想哦，那到底他做的一些行为是不是独派的行为，对不对？他对付那四个那个大佬是这样对付的吗？哦，那所以说我们这个我认为说刚刚这两位哈，他们当然是一个病理学家啦，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做台湾的生理学家，能够组成一个让台湾能够建立新的独立国家的团体，成立一个这个建国大纲，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的独立的国家。因为照目前看起来，台湾还是被他们认为是中国的一部分呐。希望能够把这个体制，不但名字要改，连整个这个中国的体制也要改。好，谢谢。来，咱教授要补充一下无？要回答吗？好，好。我对那个邱贤贝哦，他也住台北，我好朋友了哈。他所讲的全民皆兵，曾经在《民报》有提出一个全民皆兵的前进路线，也就是他的 methodology。那我这个 methodology 是怎么样？全民皆兵哈，我们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社会福利事业。礼拜六、礼拜天呢，在全台湾各经营举办这个拆解武器战斗营。你们如果来这边学习拆解武器的战斗营的话呢，每个人可以领到现金1000块、2000块，然后呢，有兴趣的都来当成社会福利，上至80岁，下至18岁，全部都可以来学。学完之后呢，如果战争一发起的话呢，你们就可以自动到各营区去领武器啊！这是我当初的前进路线，当成一种社会福利事业，可以到《民报》那边参考。我在《民报》上面有写过这些文章啊，可以请参考。OK， 谢谢。好 ，Raven， 你有要补充？这样你讲那个华东教育营我知道这是一个 crazy idea 了但是我有提到说，我们希望能够完成立法了但是就算立法讨论的时候呢，也是很 challenge。但是呢，当你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让大家知道说台湾的内奸有多严重了。如果提出来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内奸有多严重了。也许不一定能够产生了，但是正好借这个时候呢，因为你 COVID-19 的人在关迄个旅社关几日嘛是不是讲遐人那种是一个拢有代志啊？但是你进去的时候我才安心啦那这样的话就变成把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大家知道台湾的内奸是第一大问题啦至于第二项迄个家己救啦当然咱家己希望能够有能力自己来较勇敢的。台湾人不是干那出钱会使钱尔我咱会敢勇敢还有少年的老的都各有层次不一样。但是呢，如果你迄个甲你教讲教招，你甲你讲的时候，你就教招就改，然后兵役制度要改，都是在讲的而且讲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会实行？实行的结果如何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呢，唔知你来几当了，这个体制开始看这红弄起来袂死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
当你这么多危险的时候呢，我们不怕死啊。归西呢，美国你也知道说那么危险，你不能损失到台湾这个地位，那你就来间接、直接、间接，你可以不要明的跑进来最好，你可以像说 remote 就教授跟我们讲 remote，但是如果不行的时候呢，有了台湾关系法里面有一些扛啊旁，完了是你有机会进来了，免得底下惊啦。你要惊的时自己反而就是没有的了哈。第三点的是呢，两段式的哈。你讲啊，你迄个自由，你讲哦，蓬佩奥跟你讲你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安尼好啊。伊无跟你讲到到位，拢跟你讲好些，恁就家己以后开始改名啊。曹新成跟你讲中共是恶魔，啊，你讲安尼好啊。曹新成，你若无要甲我讲较济，我们自己内底，我们知道你肯定让你以前虽然是挺有怀疑，但是现在呢已经变了，你已经认为替自己解释为什么你变了哦。那这样的话呢，我们 appreciate 那这一点。至于我们以后怎么做的时候，唔免的，曹新成人甲你建议一项，来规头拢甲你做solution，唔免啦。曹新成，他是电机系毕业的啦吼。啊，我们以前在交大电研的时候，他也是在电研究所里面也是第四宿舍怕乒乓的呀。我知道他以前没那么勇敢啦，但是现在呢，好像变成彻底大悟了哦，所以他已经彻底大悟了，你就变成第一点肯定他。第二点的时候，那是另外一回事，就好像蓬佩奥说肯定你是独立国家，至于你后面的时候，唔免规头给你设计还能完整啦。哦，多谢 Raymond 吼啊，甲咱 point 咱点出来讲台湾的内奸啦，台湾的内忧啦吼啊，咱的詹教授甲咱讲做 C4 ISR 甲 UAV 吼，这拢达着大家来进一步去认识吼。啊，我想今仔日啊，咱还阁有迄个蔡明芳吼，有要甲咱宣布讲一寡啊，阁落来后礼拜一寡讲题吼，Martin，请。先多谢各位先进尤其是两位主讲者，甲所有来参加这个论坛的好朋友，甲以后听这个海外网这个影音回顾的朋友吼，咱举办这个节目，就是要将咱台湾面临的困境，甲有可能的险局啦、限制啦吼。咱先做一个探讨，预防台湾一时之间就沦陷，互咱台湾甲咱的子孙永久袂超生吼。所以这个乌克兰战争甲台湾的起始啦吼，我提出15个礼拜，每一个礼拜2个主讲者，就是咧探讨各种问题，真多谢这届是第5摆，已经有达到咱举办的目的甲方向，后礼拜是这个笔会来主办，由这个笔会的一个老教授叫做李洪时，伊是台湾的历史学家，伊捌去中国去教册，捌伫香港教册，捌伫美国教册，捌伫台湾甲其他的国家教过有关历史的演变甲历史的教示，所以伊要讲这个乌俄的战争，由历史的观点来批判，就是讲历史的教训，世间人无去体会，无去深去反映去启示，所以呢，伊要讲这个用历史的观点来讲这个乌俄战争对台湾对世界有啥物影响？第二位的主讲者就是笔会会长施永强教授，伊是 NJIT 电脑系的主任，
伊专门咧研究电脑有关的 AI 的物件，所以呢，看海外网伊的生平历录，就知影讲伊对这个 AI 电脑相关的问题探讨了真深，真有研究。所以后礼拜伊要用 AI 的乌俄战争，会使讲是一个 AI 的战争。伊要提出什么叫做 AI 的战争，什么叫做 AI 的武器，什么叫做 AI 的反省，这伊要用这个 AI 观点来甲大家说明台湾需要有 AI 的防卫。什么叫做 AI 的防卫呢？就是讲人工智慧有电脑的大数据，综合咱民间各方面的研究。会使讲像今仔日陈教授所讲的 C4ISR 这款现代战争、现代科技的综合体，就是讲整体战就对啦。所以请大家后礼拜会当就更较侪朋友来参加这个论坛，因为咱台湾是一个小国，但是咱的科技的研究甲咱各方面的教育已经真充分，咱会当做到比乌克兰更较好，有更较好的领袖，有更好的人民的意志，有更较好的现代的防卫的武器。那安尼台湾就一定会当永续长存，国泰民安。这是后礼拜的节目。过来就是由世界大商会甲北美商会两位主讲者要来甲咱讲乌俄战争对全世界大商的影响，甲要安怎应用，甲关于台湾的经济、金融、贸易，爱安怎处理就对。所以呢，未来的后壁2礼拜拢是足重要的，尤其是这 NJIT 教育界对台湾的呼吁，尤其是大商2位这个世界大商会的总会长，甲北美洲商会的总会长，2个要来探讨这个战争对台湾的经济、贸易、大商的各种问题。所以呢，海外网举办这个节目，即马真侪单位拢要推出迄个主讲者，咱真欢迎各界各种人士共同来探讨台湾的未来、台湾的困境、台湾的光明的一面，所以请大家来支持这个活动。这个海外网已经建立20年这个20年前，我创立这个海外网的时，就有讲一个叫做关于海外网的代志。恁伫海外网上届所页上届面顶，就是关于海外网内底就足清楚。台湾海外网伫美国伫海外要建立一个真好的媒体，为台湾做中心，以台湾的价值观做中心。以台湾的未来各方面的成长来探讨，所以多谢恁的支持甲捧场。OK， 今仔日多谢恁的参加，多谢。我想咱今仔日所有的参与的人，多谢恁拨遮济时间来完成咱第5摆的这个座谈会，过来了第6、第7拢非常的精彩。希望大家咱继续准时来收听吼。我想今仔日无咱伫遮做一个结束吼。感谢各位吼。多格拉斯，到时候要联络我啊。有机会的，我应该会台北月底的时候。OK， Raymond， 谢谢 Raymond。OK， 好，等。好嘞，See you next week。拜拜。